台大病院企业工会早起伫立委陪同开记者会，指控台大病院小儿科的病房主管涉有心机师，搁一场霸凌，讲有9个护理师和护理长霸凌。也毋过台大病院调查是认为讲这个护理师无犯意，所以一场霸凌是无成立。工会是呼吁讲应该爱重新来调查。 有一阵台大病院护理师抗议台湾白头坎的台大病院，毋但无打造友善的工课场的环境，有心的人去用歧视，甚至出现工课场霸凌的事件。有儿科病房的护理师 H 小姐出面指控讲，伊伫2023年有薪请安胎假，过当年生产了后想要申请复职，错伫复工了后训练的阶段，去互主管刁难，而且主管卡袂着，都甲伊大细声，甲伊骂，甲伊骂，互伊专业的信心受到打击，心理承受真大压力。 就有临床教师上班，为什么不是由临床教师带我，而是由学妹带我？然后也不能问就是学姐问题。他面对于他不喜欢的护理同仁，就会无限放大检讨。所以其实，在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其实是压力很大。然后平常在考绩上面，其实他也会掺杂个人喜好以及就是情绪化的字眼，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一种软性的打压。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 儿科病房有几个护理师，捌伫2022年的时阵，连续向院方反映这个主管各种工课场霸凌的代志，要求大家检讨改善。不过事后煞是老错收煞，全咧甲准过。2024年的年底，阁有2个护理师因为有心去互主管歧视的情形，因向病院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想袂到这2件申诉案，拢去互病院组成的专案调查小组，以这个主管毋是挑工的，并无不当目的为理由，全部拢无成立。 该案申诉人并没有在这个所谓的30日内，或者是申诉人的代理人并没有所谓在30日内对我们提出复议的一个情况。台大病院工会呼吁台大病院应该爱甲教育部针对儿科病房主管涉及歧视有心的员工，甲工课场霸凌的案件重新启动调查，来确保公平性。有福部嘛应该爱对医疗业工课场霸凌的问题有积极的对策。 因台大病院是回应讲，霸凌案调查小组的委员是独立投票，并无外力介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